長喺石頭足12線41公里奔53路通嘅時節，公路橋地終點嘅位所設立告示牌，說明以下嘅情形，還有望完成嘅路段有哪條。足12線連帶新中院檢查，老土研研公議，自民國86年開始由省政府規劃施工，全長大約11.2公里，總工程經費每有26億元。同時當年編列預算來施工。唔過做到民國90年，但因為環境評估冇通過，工程就按樣重啟停下來。鋼橋過去，有一個隧道，那個隧道大概有2公里多，當時環境影響評估報到上面，一直始終沒有通過。現正檢視工程規劃嘅時節，冇探勘山區水源嘅航向，個850公尺嘅150，要算係重大開發的岩石山啦。喺講額外多數嘅渠道，仲會促成岩石山啦，冇提及數易用發碳嘅能力，又未變做足12線龍工程，一直冇通過環評嘅原因。初步使用林務局的林班地，大約面積在7公頃左右。那換算成每1公頃，如果說現在計算出來的碳吸存量約71公噸，那整個使用下去的話，整個碳吸存減少量會將近到500公噸左右。基建停工嘅土路工程同為前年到一下疫情無停案，對地方廣告還有農產品運輸也到造成2度嘅影響。像我們要去宜蘭，我們就不用繞到新店去，我們就可以直接開通到那邊去。要開通對我們比較好，而且外來的遊客的話，它也很方便，等於是台灣一整週都有在連線，好像就是差這一條北橫之路沒有再開墾。想要做，也是交通方面的話，哦，就是當地人比較好一點啦。外來人就我們來觀光啊，做到哪裡我們到哪裡去觀光看看。現時足12線基建4個5億元，完成嘅路大約長2.8公里，未就係總工程31%，後上6.5公里long嘅工程，是要20億按多錢。縣政府大拍講冇隨條負擔。提報到94年的時候，就是因為環評的因素沒有通過，所以這個案子就是胎死腹中。那我們這幾年之中，我們也是盡力跟中央爭取這個經費。當時見環評見施工嘅唔錯建設，是做一下土路工程，含義做也唔錯，唔做也唔錯嘅刁難困境。納稅人5億元嘅換算錢，就按樣標記方減嘅10年。公路局表示，係講同體驗政府早在第98年之前提出修正措施，民國103年就有希望執行，唔過考卡到經費，縣政府現時還冇能力規劃，故所望嘅東年嘅鄉民，未唔敢再個對政府執行能力有信心。下個新聞馮文耀先做報道。